歡迎大家又翻到嚟 Why So Funny， 今日繼續同大家再講下拆祭，兩位總統級嘅晚宴點樣將拆祭送上全世界。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總統晚宴嘅緊急訂單，新世紀福音戰士 EVA 免費幫拆祭做代言人。今日繼續跟住 Why So Funny 了解下拆祭點樣成為清酒之王嘅傳奇。喺2000年嘅1月3號，台灣總統府舉行重要嘅晚宴，特別指定要用拆祭嚟招待貴賓。原來當時時任台灣總統嘅李登輝已經有留意到日本嘅拆祭，當時拆祭喺海外完全冇名氣，連出口都未開始。呢一單嘅總統府緊急訂單對鄉下小酒莊嚟講係天大嘅光榮，但係時間極度緊迫，因為酒廠當時推出千禧年嘅元月初榨企劃，喺1月1號嘅凌晨0時01分先開始壓榨最新鮮嘅2.3分清酒，1月1號先裝瓶，1月3號就要送到台灣，中間仲要碰上週末，正常物流根本趕唔切。當時社長櫻井博志覺得呢一張咁重要嘅總統府訂單一定唔可以錯過，所以派員工做人肉快遞。員工啱啱攞住壓榨好冰涼嘅拆祭，衝去機場買機票，當隨身行李親自護送飛去台灣。啱啱好趕上1月3號嘅晚宴，係拆祭正式進軍海外市場嘅歷史起點，所以台灣之後都變成拆祭全球最重要、銷量最好嘅海外市場之一。喺2015年嘅白宮晚宴，2015年嘅4月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訪美國，時任美國總統嘅奧巴馬喺白宮設國宴款待。奧巴馬做咗一個非常窩心嘅舉動，因為知道安倍晉三係山口縣人，佢自己都最中意用家鄉嘅拆祭做外交禮物，所以奧巴馬為安倍晉三準備咗最窩心嘅驚喜，要求全部人都保密，到最後一刻先打開呢個驚喜。國宴當晚喺祝酒嘅儀式當中，奧巴馬演講嘅時候就對住安倍晉三講：今日我哋準備咗嚟自安倍晉三故鄉山口縣嘅頂級清酒拆祭。安倍晉三聽到成個表情都變得非常驚喜，而開場祝酒嘅酒款正正就係拆祭嘅2.3分，所以呢一場完美嘅外交驚喜一夜之間透過媒體大肆報道，就係咁拆祭一夜爆紅國際。除咗之前3位元首級嘅故事之外，如果你係動漫迷，一定會有留意到另外一個免費嘅大代言。喺新世紀福音戰士 EVA 入邊，人氣角色各城美利房間堆滿咗空酒樽，最顯眼嘅就係拆祭。呢個本身唔係拆祭用錢買入嘅置入式行銷，而係因為導演庵野秀明本身就係山口縣人，超中意家鄉嘅拆祭，私心話入咗動畫入邊。隨住新世紀福音戰士成為神作，拆祭即刻喺動漫迷同年輕人之間爆紅。為咗回饋呢一段緣分，拆祭之後仲同 EVA 官方聯名，將東京嘅直營店改成各城美利嘅房間主題店，吸引咗成千上萬嘅粉絲朝聖。從養豬場旁邊嘅小酒廠，到台灣總統府嘅緊急訂單、白宮晚宴，再到 EVA 嘅動漫神作，拆祭嘅故事證明堅持同傻勁真係可以改變一切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希望下次可以同你再分享其他酒莊嘅精彩故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。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會收到最抵嘅葡萄酒優惠。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，掃一掃個 QR code，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，拜拜。